身份，这样会伤感情。同学不要一直比身份，这样会伤感情。啊，你过来啊！啊，阮补习班先生讲好咧，听迄条去读啊，对先前的进度吼补起来。我搞个进度还有填到就好诶，做嘛要补习啦？明年吼都读高三，过来吼都考大学，像安2年敢考会到？俺命都补好诶，都去读啦哈。讲多人好读，哎，可能还有偏见原因的。你在讲啥啦？我讲，你迄梦想要本来参加啦啦队啦。你还系学生诶，好好读书就好，干嘛啦啦队啦？读书了啦啦队，我都会做好。电视读好再来讲啦。你唔相信哦？你做不看啊？姜市长，什么？合同的话都唔是讲的，你阿川的本来同意书，我上过的，我无办法问阿来去参加亲戚啦啦队。邱太太，你唔迄时候会危险？当然，每个做妈妈的都会想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不过俺认为无细年的吼，你敢知？你细年出世几年？做爷的都开始烦恼，烦恼佢会摇到，会懒到，会吵爽，还烦恼佢未来。你咁了解，我冇办法讲阿奶的，同家爸同样行这条路。莫个爸爸以前迄只亲有前途的体操选手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佢本来有机会去念一般的大学，不过甲伊教练煞期望伊念体验，做一只歌手。我老公无问他家什么，伫比赛上得到很好的成绩。他家替佢真欢喜，不过总有看到佢成功的这一面，不过无人看到佢辛苦的这一面。佢切卡嘛无想到，无做选手以后，佢本来嘛希望做继续从事体育的工作，不过哪有按到机会呢？伊个国家。那也需要按到教练，因为佢无其他的转送，佢只好开各行操来赚钱。到摆变天的时候，佢拄仔晕得，佢到救伤发出个痛苦，得到又马上看到呢。张友爱，张友了到做选手的无下年，阿里头，阿里头，唔想去怪国家，我无吃到有马概念，对唔起阿里头。卡实讲，这当时，我老公先去念一般的大学，某一天，糯米都唔会因为查甫过身的。過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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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來。